1999年，江西發生由工業用豬油引起嘅集體食物中毒事件。重溫下當年嘅報導。江西省龍南同定南縣聖誕節當日有526人懷疑食物中毒入醫院，佢哋嘅症狀分別係頭痛、嘔、躁狂症，甚至係突然間停止呼吸死亡。好多仲係一家人一齊中毒，已經有3個人死亡，20幾個人病情嚴重。經過調查之後，發現佢哋都係食過用呢一啲工業用豬油煮嘅嘢。衛生部嘅官員話，最嚴重嘅事係呢一啲油係用廢置嘅農藥桶嚟裝住嘅，啲桶曾經裝過各種各樣嘅化學品，包括炸藥同埋殺蟲劑。當局一路追查到廣東，發現啲工業用豬油係嚟自深圳。琴日下晝喺深圳龍崗揾到呢一個工場，呢度仲有1600幾桶，一樣都係用裝過化學品嘅桶裝住。公安已經拉咗6個人。深圳電視台報道，呢個油裝嘅油係深圳南信油資公司入口嘅，但母公司香港南信就話同個地下油莊冇關係。我哋公司咧經過徹查之後咧，我哋公司從來同呢間油莊咧就冇任何直接嘅商業往來㗎。深圳當局話，地下油莊喺新年期間特別多，有人甚至攞坑渠水嚟加工做食油，賣俾酒樓食肆。但深圳當局話，呢啲油冇流入香港，香港人返內地買糧油嘅時候，亦都要特別小心。